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赤叶台语安尼写赤叶，赤叶叶第八声，也毋过有诶地头拢已经惯势念做第四声咯，赤叶。莫名的烦躁，身体不舒服，台语就是赤叶。两三天无洗头毛，无洗身躯，规个人感觉真赤叶。拄啊对田里做事转来，规身躯是流汗，流甲黏贴贴，感觉真赤叶。黏贴贴，黏哒哒，台语安尼写，黏贴贴。啊，真讨厌某一个人，看到这个人就浑身不舒服，嘛会当讲是赤叶。迄个人好人面，顾人怨，看到就赤叶。好人面，华语是哭丧着脸，台语安尼写好人面。而这个记例，赤叶嘛会当讲是气擦，迄个人是好人面，顾人怨，看到就气擦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赤叶实在真趣味。